有一个游戏设计师发现讲，市面上线顶学习语言的大部分拢是英语，因若讲到补起的部分就真欠缺。伊决心要来家己做一个台语的囡仔歌，毋若摕台湾文化做题材，这字幕阁有白话字、汉字、英语加一句。伊讲这是互囡仔上介好的礼物。第一路领盘，五福临门，代表新人结合做伴的意思。红金米糕祝福新人子孙满堂。一出一出看到红脆软插插地的板豆菜，对五福临门到起家圆满，正台湾味。好食的料理有，听目的色地，好味的香气，刷嘴的滋味。上介重要的是，生意食水甜。阮内底有一个 slogan 是生意食水甜，伊就是要传达即个你若是有心，就会当会用足简单的物件，会当互人感动。啊，这嘛是阮第二季想要传达的一个重点。你有可能目睭看到的，喙담到的，耳仔听到的声，伊会引起你的头壳内什么款的记忆？这就会当去引人吼来学这个母语。设计团队特地咧有真侪好食面的台南，因5个人拢是工程师出身，平均30岁。带头的吴俊明，成大资工系毕业，专门替国际大企业设计软体。4、5年前做爸爸了后，发现台语线顶学习工具真好找，囡仔拢讲学英语的较方便。伊转开始家己出钱做台语囡仔歌的 APP， 所以去录台语歌谣，到即阵设计第2季的台语网架。吴俊明讲，这是送予囡仔的礼物。虽然讲无白讲该趁钱，毋过嘛是会当听会当看，我一家就是成熟的，甲阮做一个老爸嘛，互阮囝的一个礼物安尼。所以因有足侪校即个老师摕咱的网架，摕咱的影片，互囡仔伫校园顶悬来看，我一家就是就成熟的啦。古锥的动物做网架的主角，用全台语发音，小解生活中的台语词类，字幕毋但有汉字甲罗马字，也通经英语甲日语。团队用热情甲科技专业结合台语，因讲这只是开始，会继续替后一代打拼，也替母语传承尽一份力。记者阿明真曾派文台南报道。